要七八歲嘛？妹妹來啊！妹妹來啊！因為行路慢慢地咧。哎呀我哋中意本事的樣，一定係要教嘛。老師啊，唔家創作嘅迄唔記得睇到冇誒？冇啊！係啊，迄路誒唔記得。買路啊！因為講係路嘅啦，你講嘅猜錯嗰啲多一啲咧，你三十人舊倉一定咁多，你講個太過路啦。因為而家創小行咧，你啊小行現身切身，唔切身啊？哦，是小。70秒。人生70才開始。人生70張開仔。張開仔。張開仔。真開始。嘿，哪張開始？講嚟講，怪怪嘅嘛。前幾年呢藝術人員寫寫藝術作品這首歌呢，我諗日落西不落你就是談我哋愛年底，日落風落，我要嘛心態唱出來，他個來是談日落西不落。